喂，大家好耐冇見，今日我會最後一次 update 我嘅 P&L 啦。咁試完今個星期一，我兩個 Charles 一個 international，一個香港都俾人 ban 咗。咁我諗佢會 delete 我嘅 account，咁所有嘅 trade record 應該都會冇晒。咁我就今次機會同大家一次 update 一下我嘅 My Trading Journal 嗰個生涯係點樣啦。咁譬如入到嚟呢個版面咧，咁呢個 account 啦。咁正常呢條 curve 咧，教大家睇啦，就係唔作準嘅，因為你入錢同埋咗錢咧，係會影響呢條 curve。咁所以呢一個呢一個都係啦。我尋日撳咗錢，你會見到尋日會冇100幾萬，所以呢條 curve 係唔準嘅。所以 that's why 呢個 P&L 即係呢個 percentage 都係唔準嘅。即係如果我突然之間入好多錢嘅話，呢個 percentage 會扯到好高。係啦，咁邊度可以作準咧？就係 portfolio performance。咁大家如果用 Charles Schwab 嘅話咧，你哋自己會知道噶啦。OK，咁呢條線咧都係唔可以作準嘅，因為我3月入過一次錢啦，會爆咗上嚟啦，跟住我咗錢會都係落嚟。咁邊個數字先係作準咧？就係呢一個你嘅 account 增長465K from 個日期去到幾多？呢個係 excluding net contribution，即係唔計你入錢同埋咗錢嘅金額嚟嘅。咁而呢一個啦 percentage 咧都係嘅。咁譬如 let's say 我 YTD 即係淨係計2026年啦，咁呢個 account 賺咗465K 啦，大約幾多？可能300零400萬，300零400萬左右啦。呢個 account 係啦。咁呢個 percentage 咧，我爆大呢一個咧，你都會知道其實佢係會唔計你入錢同埋咗錢嘅 percentage 嚟嘅。咁呢個 detail 大家自己停低去望，我呢個都唔係重點。OK，咁所以咧呢一個數字咧就係一個唔計 net contribution，即係呢一個數字，我喺呢個 account 啦，total 賺咗821K 啦，around 600零萬啦，就係唔計我入幾多錢同埋 draw 幾多錢而產生嘅。咁呢個 performance percentage 咧都係唔計我 draw 幾多錢同埋入幾多錢嘅。咁你見到我譬如我 draw 咗錢啦，呢條資金曲線係會跌落嚟啦。咁呢度資金曲線呢個 percentage 係冇跌落嚟啦。Let's say 譬如 YTD 嘅，我入錢呢度入錢啦。咁呢度係冇突然之間爆向上啦，呢度咗錢落嚟，佢唔會突然之間落嚟咯。OK，呢個格仔好煩。跟住咧下邊咧，你會見到我揀翻成個 trading 生涯啦，你會見到係2024年5月去到6月23號，啱啱2年多1個月有多。咁你見到我大致上咧，我 net contribution 你見到我係負89000蚊美金嘅，即係呢個意思。其實我總共我提嘅款咧係多過我入錢嘅，即係我入開波，我可能成個 total 累計入咗269萬，但我 total 咗359萬，跟住我仲剩低8，我講錯咗，我 total 入咗269K 美金，跟住 join 咗359K 美金，跟住所以咧我 net contribution 其實係負89K 美金，跟住我 ending value 仲有839K。其實我諗我呢兩日會 draw 埋㗎啦。係啦，我要重新擺落去，可能揾緊。我而家仲揾緊啲咩證券行玩，可能係 reboot，可能加電所，唔知仲揾緊。不過暫時呢一個 moment，我可能會順便放一個長嘅假期。OK，好啦，咁我總共 trading 生涯咧就增長710%，咁每一年累計大約玩169%，咁都唔係太重點。好啦，咁呢一個咧，如果你用 Charles Schwab 的話咧，你又知道呢一版嘢咧，其實我冇得做假嘅，即係除非你夾硬話我而家呢一個版面係 AI 揼出嚟，咁我都呢個網頁係 AI 揼出嚟，咁我幫你唔到。我撳多次網頁，跟住再撳 portfolio performance，跟住 YTD 2025年1年3個月，係啦。跟住另外咧，咁就同大家睇一個 info 啦，info。咁呢一個 info 咧，我想俾大家睇我成個生涯，俾大家睇長少少，因為我覺得反正今日可能都係最後啦。好啦，呢度去到2023年1月，我諗都講緊成3年前。咁大家見到我3年前嘅我咧，唔係而家嘅我，但係
我都想顯示翻正常一個 trader，even 大家可能覺得我好有天分或者係好撚勁咁，但係其實我想俾大家望翻，純粹係3年前啫。3年前嘅我諗係廢過好多好多人，我都仲係喺度努力緊點樣拼搏。咁你見到我，譬如呢一個咧係 Kinfo 啦，Kinfo 係一個直接播入我個 Charlesbox 度攞 data，所以呢度入邊嗰啲全部我都冇得修改。咁至於你要質疑 Kinfo 個可信性嘅話，你自己去問 AI 或者自己研究得更加深入啦，深入係啦，我就唔想喺度同大家去度講 Kinfo 有幾真有幾實，你自己用過 Connect 過一次 Book 你根本上就會知道。OK，咁譬如2030年1月，咁你見到我 total 一個月賺1.7K 美金，即係好少好少。咁我嗰陣時盡量都係打算玩好細好細。跟住穩定贏，跟住直到一個揾到我覺得有優勢嘅方法，慢慢去 size up。咁你見到我盡量都係想去去除一啲比較大嘅 big loss 同埋穩定性。咁呢一度咧，深刻連續輸咗4日，其實輸最多係700幾，都算大。跟住其他日子都係偏穩定，但係贏得好少。咁1.1K 絕對係好少好少。跟住1.6K 啦，俾大家去望下1.3K 啦。你見到全部都係好少好少1.2K。2.3K、2.4K，跟住8月終於輸，一年入邊應該我就係輸，但係呢個月我記得我係好似轉咗一個 broker，所以我有好多日子你見到冇，呢個月我唔記得發生咩事，我轉咗 Lightspeed，唔記得咗太耐，係啦，咁所以呢度 anyway 唔緊要啦，繼續啦，跟住因為我唔好記得 detail。跟住9月啦，2.2K，跟住因為我記得我就係用咗轉咗 Booker 之後，我覺得好唔慣 K，所以咧就轉翻嚟呢度又好唔慣啲 hotkey 嘢，所以就呢個月好麻煩。但係我詳情我唔記得，跟住9月就變翻過嚟，淨係用 Charlesbox 有 2.2K 啦，跟住3.5K 啦，跟住3K 啦。你見到佢係慢慢好慢咁進步，慢慢漸入一個街景4.5K，跟住去到24年4.3K。跟住5.6K，24年3月2.9，4月2.3，跟住終於有一個月好少少9.7。我嗰陣時24年，我記得10K 都仲係一個月賺咗10K 都仲係我個目標嚟嘅。即係嗰陣時，我記得同我老婆傾偈，可能我有陣時我想買啲玩具買啲嘢，佢都要同我講你如果你今個月賺咗10K 嘅話，就俾你買。我記得有呢啲咁嘅 story。跟住6月啦，又變翻2K 啦，跟住7月又8.7K 啦，慢慢開始攞到個竅門，跟住就開始9.3K，終於去到24年9月先第一次突破10K，跟住好快掌握到再嘥10就20K 啦。其實所以你見到花最長嘅時間，其實係由唔賺錢變穩定，穩定再變再嘥10嗰段時間。跟住去到24年11月12K，跟住12月17K，咁好快咁同大家睇。跟住25年56，2月17 5.9 17 24 28 50 13 30 29 11月好難走嘅，呢日衰錢嘅。跟住25，跟住去到今年啦，已經130 91 95 69。呢個14K 咧係咁啱我呢一日揸住某個 ETF，諗住因為佢 ban 我，所以我詳細唔講。總之我揸住一個 ETF，諗住等佢 ban 之前坐下，但係最尾佢派息，所以變咗呢個-14。但係呢一個佢喺你會見到佢呢一個喺個 percentage 度冇反映咗個跌幅，不過算唔緊要，詳細都唔使講。咁好啦，咁成件事就完，俾大家望到我點樣由一個新手刻意練習，慢慢去進步，去到而家開始接埋唔教，但係我都仲有啲位係可以如果你想學嘅話咧，我覺得我自己都仲有個 page 上面有啲過去嘅記錄，你哋大家係可以去學嘅。即係 let's say，譬如入咗呢個 Discord，譬如 Trading Room 度，以前我慣咗我逢炒人之後咧，我即日嗰個 P&L 係即刻去 post 出嚟嘅。仲要有陣時候係即時嘅，譬如 let's say 呢日1月29號9:31，一開波 GUTS 賺咗2000，跟住過咗4分鐘賺多咗有隻最好標話2900，跟住有啲record 出嚟，跟住4600，
跟住去到10點半五千咁樣。跟住呢度我諗我每日 post P&L 維持咗2年有多嘅時間。譬如呢度我就咁數一數啦，入邊見到我每一日玩啲咩股票，邊一隻股票賺幾多，跟住再求其好快咁俾大家望一望。1月14，1月14。跟住12月有呢啲啦。所以大家學嘅話可以點咧？就喺 Trading Room 度，你可以去追溯翻個日期，跟住入邊 exactly 我玩咩嘢股票，跟住之後撳翻 Oliver Review 咯。我嗰陣時係會 keep 住每一日啦。譬如我 let's say 今日炒完啲嘢，我第二朝瞓醒我做 review 嘅時候，我就 po 晒出嚟。我嗰陣時嘅思維係點樣啦？我諗都係有 over 2年嘅。你會見到係 over 2年，不斷咁我會講我嘅 mindset，我會點做，跟住逐步喺度諗括弧住。我諗好長，我就咁數俾大家睇。而家去到1月、12月，而家去到呢度先去到上年嘅11月。因為你會見到而家先去到上年嘅10月，我再數快啲，都仲係上年嘅10月。所以其實係如果你係完全對我冇乜了解，但係你又想去學嘅話，你可以喺 Trading Room 度睇翻嗰日喺邊隻股票賺錢，再睇翻我 Oliver Review 去嘗試去理解翻。咁你見到我數咗咁耐，而家先去到25年7月，再試下數快啲先，去到幾多？呢度應該可能數得太快喎，去唔到。好多好多好多。呢一個係我嗰陣時啱啱俾大家睇2023年，我維持呢個習慣維持咗3年，去到而家我就唔想再花時間搞咩 Patreon，唔咁樣搞學，所以就係咁咯。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個 resources 對於新手嚟講，點樣去理解我每一日嘅當下點樣去出手入場，同埋我每一個月，我係 fix 緊一啲咩問題，乜嘢目標，我點樣解決，點樣透過刻意練習去諗每一步，每一日都係有啲好 detail 嘅 trade。所以如果你問我點樣去學嘅話，我覺得呢一個 resource 係一個幾唔錯，大家自己可以去學。呢個係我最後可以貢獻到俾大家嘅位啦。OK，咁所以如果按住呢一樣嘢，簡單啲可能第一件事睇翻每日你就係 mark 一條 trade，整翻啲 F1 note，整翻啲 playbook，跟住再去搭 The One Lens B 去學嘅話，我覺得係可以學得快嘅。係啦，到最後就係咁樣啦。我應該會唔再出 P&L，我覺得已經冇意思嘅，因為我冇任何嘢要向大家 sell，就係咁啦。拜。